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警告。有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，我必须告诉你们：现在市面上有某些罐头食品，正在让60岁以上的长辈们增加40%到60%的中风和心脏衰竭风险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台北各大医院的统计数据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些罐头里面含有过量的盐分、防腐剂、稳定剂，还有人工糖分。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身体后，会破坏血管壁，让血液变得像胶水一样浓稠，最后造成血管堵塞。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只要错过下面清单里的任何一种罐头，你可能就会继续吃住那些正在缩短你寿命的食物。这些食物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？高血压、视力模糊、腿脚无力，甚至是提早失智。这些都是我在门诊里每天看到的真实案例。不过请你们放心，并不是所有的罐头都是坏的。事实上，有一些选对的罐头反而可以保护骨骼，减少发炎，增强记忆力，还能稳定血糖。在影片的后半段，我会告诉你们5种最适合台湾60岁以上长辈吃的好罐头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认识哪些罐头是绝对不能碰的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用倒数的方式，先告诉你们最差的5种罐头，然后再分享最好的5种罐头。请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最后那一种罐头可能会改变你未来10年的健康状况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，也就是最差罐头的第5名。首先是第5名，糖渍水果罐头。这种罐头在台湾实在太常见了，你走进7-11、全家便利商店或是任何一家餐厅，都能看到糖渍的水蜜桃、梨子、凤梨罐头，看起来很方便，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面隐藏住一个非常大的健康陷阱。1小碗糖渍水果罐头里面可能含有33到40公克的糖，这相当于8到10茶匙的砂糖。你想想看，一次吃进去这么多糖，你的血糖会瞬间飙高。长期吃这种罐头会大幅增加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，还会造成脂肪肝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吃水果补充维生素，结果反而是在伤害自己的肝脏和胰脏。特别是对于已经有血糖问题或是体重过重的长辈来说，这种糖渍水果罐头就像是慢性毒药。它看起来无害，甚至有点健康，但实际上却在一点一滴地伤害你的身体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如果你真的想吃水果罐头，可以选择无糖或是用100%天然果汁浸泡的那种。这种罐头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的超市都买得到，像是全联、家乐福都有卖。或者更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吃新鲜的台湾水果，像是芭乐、苹果、柳丁，这些水果不但便宜，而且纤维丰富，营养价值也比罐头高得多。记住，罐头水果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选对种类。千万不要因为方便就让自己每天吃进一大堆糖分。接下来是第4名，高盐分汤罐头。很多长辈喜欢买罐头汤，像是玉米浓汤、鸡肉汤，因为方便又快速。尤其是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打开罐头加热一下就能喝了。但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一罐在全联或是顶好超市
买到的罐头汤里面可能含有850到1000毫克的钠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成年人每天建议的钠摄取量是2300毫克以下，而一罐汤就占了快要一半。过量的盐分会让你的心脏必须更用力地跳动，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。长期下来，这会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，而且高盐饮食也是造成高血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有研究显示，如果你能减少盐分的摄取，血压可以降低7到8毫米汞柱。这对于已经有高血压问题的长辈来说，是非常明显的改善。我在门诊里遇过很多病人，都是因为长期喝罐头汤，结果血压控制不好，最后还得增加药物剂量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自己在家煮汤，用新鲜的食材，像是鸡肉、玉米、红萝卜，加一点点盐就好。这样不但健康，味道也更好。如果真的需要买罐头汤，记得选择标示低钠或是减盐的产品。在台湾的超市里，这种产品越来越多了。还有一个小诀窍，你可以在汤里加一些姜、空白胡椒，这样能增加风味，就不需要加太多盐了。记住，方便很重要，但健康更重要。第3名是意大利面姜罐头或是意大利面罐头食品。在台湾，很多独居的长辈为了方便，会选择罐头意大利面或是肉酱罐头，打开就能吃，确实很省事。但是这种罐头里面藏住非常多的健康陷阱。一罐意大利面罐头可能含有1200毫克的盐，再加上18到22公克的糖，还有精炼油。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首先，糖分和精炼碳水化合物会让你的血糖急速上升，然后又快速下降。这种云霄飞车式的血糖波动会让你感到疲倦、头晕，而且很快又饿了。长期吃这种食物，不但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，还会让你的血压难以控制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每个礼拜都会吃3、4次罐头意大利面，结果血糖和血压都控制得很差。后来我建议他停止吃罐头，改吃自己煮的食物。3个月后，他的数值就明显改善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选择全麦意大利面，然后自己用新鲜的番茄煮酱汁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把番茄、洋葱、大蒜炒一炒，加一点点盐和橄榄油，就是很健康的酱料了。煮一次大概只要10到12分钟，非常适合长辈。如果真的想买现成的酱料，记得选择无盐番茄酱或是低钠番茄酱。这种产品在台湾的有机超市或是好事多都买得到。不要为了方便而让自己的血糖和血压失控。现在我们来到第2名，这也是我最想警告大家的一种罐头午餐肉——维也纳香肠，还有各种加工肉罐头。在谈这个之前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病人叫阿辉，今年67岁，住在新竹。阿辉伯是一个很节俭的人，平常一个人住，不太喜欢煮饭，所以他早餐常常吃午餐肉煎一煎，配稀饭，或是用罐头香肠切片夹在面里。他觉得这样很方便，而且也有肉吃，应该有营养。但是吃了大概1年之后，阿辉伯开始发现自己的脚越来越肿，走路也变得很累。去医院量血压，发现已经高到180%，而且常常头痛。我帮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后，发现他的肾功能也开始变差了。我问他平常都吃什么，他才告诉我，他几乎每天都吃午餐肉或罐头香肠。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他，这些加工肉罐头里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在体内会转化成亚硝胺，这是一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物质。
而且这些罐头的盐分也非常高，长期吃会伤害肾脏，让血压飙高。听完之后，阿辉伯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自己每天吃的东西竟然这么危险。后来我建议他改吃豆腐、鸡胸肉、清蒸鱼，或是选择健康的鱼罐头。我还教他一个选罐头的技巧，看营养标示，选择每份钠含量少于140毫克的产品。3个月后，阿辉伯回来复诊，他的血压已经降到85/140，脚也不肿了，整个人的精神都好很多。所以我要拜托大家，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喜欢吃这种罐头，请一定要劝他们停止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终于来到最差罐头的第1名，辣豆浆罐头和炖肉罐头。为什么这种罐头会是第1名？因为它根本就是化学鸡尾酒。一罐辣豆浆或炖肉罐头里面含有大量的盐、饱和脂肪、增稠剂、糖，还有加工肉品，这些成分全部混在一起，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。让我用数字来告诉你们，一罐这种罐头可能含有20公克的脂肪，还有1200毫克的钠，这相当于你一天建议摄取量的1半以上。长期吃这种食物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关节发炎、头痛、身体水肿，还有血压和血脂都会飙高。我在门诊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，你们的肾脏功能本来就开始退化了，如果再吃这种高盐、高脂肪的食物，肾脏会更加负担不了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可是医师，我一个人煮饭太麻烦了，罐头真的很方便啊。我完全理解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可以自己做台式的炖豆或炖肉，而且一点都不难。你可以用黑豆、番茄还有鸡肉，加一点点酱油和姜，炖煮大概30分钟就好了。煮一次可以分成好几份，放在冰箱冷冻，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。这样不但健康，而且也很方便。在台湾的传统市场或是超市，这些食材都很容易买到，而且也不贵。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，但是为了你的健康，为了你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这个改变是值得的。从今天开始，请把这些辣豆浆罐头和炖肉罐头从你的购物清单里删除吧。好，我们已经讲完最差的5种罐头了。现在让我们转个心情，来看看哪些罐头是真正对健康有帮助的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最好罐头的第5名，鹰嘴豆罐头。鹰嘴豆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人吃，但是在国外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健康食材。为什么鹰嘴豆这么好？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，纤维可以帮助稳定血糖，让你不会吃完东西后血糖急速上升，也不会很快就饿了。对于有第2型糖尿病的病人来说，鹰嘴豆简直就像是天然的药物。它不但能控制血糖，还能增加饱足感，帮助减重。而且鹰嘴豆也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矿物质，对于长辈来说是非常好的营养来源。那么鹰嘴豆要怎么吃呢？你可以把它加在沙拉里，或是煮在汤里面，也可以把鹰嘴豆压碎，做成鹰嘴豆泥，涂在全麦面包上，这就是中东很有名的 hummus。有一个小技巧要提醒大家，买罐头鹰嘴豆回来后，一定要用清水冲洗前净，这样可以减少里面的钠含量。在台湾，你可以在好事多有机超市或是家乐福找到鹰嘴豆罐头，价格也不贵，一罐大概50到80块台币。这种食物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效果非常强大。我都跟病人说，这是便宜
但是像药物一样有效的食物。如果你还没试过鹰嘴豆，我真的建议你去买一罐回来试试看。第4名是带骨鲑鱼罐头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鲑鱼罐头，那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吗？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是的，真的有那么好。而且带骨的鲑鱼罐头，营养价值比你想象的还要高。首先，鲑鱼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这种脂肪酸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，保护心血管，还能降低三酸甘油酯。对于有心脏病风险的长辈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。更重要的是，带骨的鲑鱼罐头，那些软软的骨头其实可以直接吃。这些骨头经过高温高压处理，已经变得非常软，而且富含钙质。对于骨质疏松的长辈来说，这是补充钙质的好方法。比起吃钙片，从食物中摄取钙质，吸收率更高，也更天然。那么，鲑鱼罐头要怎么吃呢？你可以把它拌在沙拉里，或是做成鱼饼、鱼丸，也可以加在味噌汤里面，做成鲑鱼味噌汤。这是非常适合台湾人口味的吃法。记得选择水煮的鲑鱼罐头，不要选油渍的，这样比较健康。在台湾的超市里，鲑鱼罐头很容易买到，价格也不贵，一罐大概100到150块台币，可以吃2到3餐。这种罐头不但方便，而且对骨骼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帮助。特别适合台湾的长辈，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比较缺乏 Omega-3。如果你想保护骨头、保护心脏，鲑鱼罐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第3名是沙丁鱼罐头。沙丁鱼在台湾是非常常见的罐头，很多人从小就吃过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沙丁鱼罐头有多么营养。首先，沙丁鱼跟鲑鱼一样，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。这种脂肪酸对大脑非常好，可以减少记忆力退化。对于有轻微失智症状的长辈来说，是很好的营养补充。而且，沙丁鱼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维生素的可以帮助钙质吸收，保护骨骼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很多台湾的长辈都缺乏维生素，因为我们平常晒太阳的时间不够。另外，沙丁鱼是小型鱼类，所以体内的重金属含量非常低，比大型鱼类像是鲔鱼安全很多。那么，沙丁鱼要怎么吃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配白粥吃，这是台湾很传统的吃法，简单又营养。你也可以把沙丁鱼放在全麦面包上，做成三明治，或是拌在沙拉里。如果你觉得沙丁鱼有点腥，可以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，这样可以减少腥味，也可以去掉一些盐分。在选购的时候，建议选择水煮或是橄榄油渍的沙丁鱼罐头。橄榄油是好的油脂，对心血管有益。沙丁鱼罐头在台湾非常普遍，价格也很便宜，一罐大概30到60块台币，这是最经济实惠的健康食品了。而且沙丁鱼的口味很适合台湾人，不管是配饭、配面、配粥都很好吃。如果你想保护大脑、保护骨骼，又想省钱，沙丁鱼罐头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。第2名是无盐番茄罐头。可能有人会惊讶，番茄罐头也算健康食品吗？是的，而且番茄罐头的营养价值甚至比新鲜番茄还要高。这是因为番茄在罐头制作过程中会经过加热，而番茄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，叫做茄红素。茄红素经过加热后，人体的吸收率会大大提高。
虾红素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血管，减少坏的胆固醇，降低中风的风险。有研究显示，经常吃番茄的人，中风的风险可以降低55%，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。而且，番茄对于前列腺健康也非常好，对于男性长辈来说，更是不可缺少的营养来源。那么，番茄罐头要怎么用呢？你可以用它来做意大利面的酱汁，或是煮番茄汤、番茄炖鱼。在台湾，我们也很喜欢用番茄煮牛肉汤，或是做番茄炒蛋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选择无盐的番茄罐头，也就是标示无盐添加的那种。因为有些番茄罐头里面加了很多盐，这样就失去了健康的意义。在台湾的超市，像是全联、家乐福、好事多，都可以找到无盐番茄罐头，价格也很便宜，一罐大概40到80块台币。番茄罐头不但容易保存，而且用途非常广泛，你可以一次买几罐放在家里，随时都能用。这真的是最方便、最经济又最健康的罐头食品了。如果你想保护血管、预防中风，从今天开始，在你的厨房里放几罐无盐番茄罐头吧。终于来到最好罐头的第一名了，无盐黑豆罐头。为什么黑豆罐头会是第一名？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实在太高了，而且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几乎是完美的食物。让我仔细跟你们说明黑豆有多么厉害。首先，黑豆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，蛋白质可以帮助维持肌肉量，这对于长辈来说非常重要。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流失，这个现象叫做肌少症。如果肌肉量太少，走路会没力气，容易跌倒，甚至会影响到生活品质。而黑豆里面的蛋白质是植物性蛋白质，不会像肉类那样带来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，非常适合长辈食用。第二，黑豆的纤维含量非常高，纤维可以稳定血糖，让你吃完东西后，血糖不会急速上升。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是血糖偏高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纤维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它可以改善肠道健康，预防便秘。很多长辈都有便秘的困扰，而黑豆就是天然的解决方法。第三，黑豆含有丰富的镁，镁这种矿物质可以帮助血管放松，降低血压，而且镁还能改善睡眠品质，减少焦虑。第四，黑豆富含抗氧化物质，特别是花青素。花青素可以减少血管发炎，保护心脏，还能改善视力。现在让我跟你们说明黑豆是怎么发挥作用的。当你吃下黑豆后，里面的纤维会在肠道里吸收多余的糖分，让血糖慢慢上升，而不是急速飙高。这样你的胰脏就不需要分泌太多胰岛素，可以减轻负担。同时，黑豆里的镁会进入血液，帮助血管壁放松，让血压自然下降。而抗氧化物质会清除血管里的自由基，减少发炎反应，保护血管不会硬化。这就是为什么黑豆被称为超级食物的原因。那么黑豆要怎么吃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黑豆加在白饭里一起煮，做成黑豆饭。这样不但增加营养，也增加口感。你也可以把黑豆加在稀饭里，或是做成黑豆沙拉，配上新鲜蔬菜和一点点橄榄油。我这里有3个简单的食谱推荐给大家。第一个，黑豆番茄鸡胸肉。把黑豆切块的番茄还有撕碎的鸡胸肉混在一起，加一点点酱油和橄榄油，拌一拌就可以吃了。这是非常营养的一餐。第二个，
黑豆蔬菜汤，把黑豆和各种根茎类蔬菜，像是红萝卜、南瓜、马铃薯，加上海带汤底一起煮。这个汤非常适合冬天喝，又暖身又健康。第三个，黑豆泥抹酱，把黑豆压碎，加一点点大蒜、柠檬汁、橄榄油，搅拌成泥状，然后抹在全麦面包上。这是很适合早餐吃的健康抹酱。记得买黑豆罐头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无盐或是低钠的产品。买回来后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可以进一步减少盐分。在台湾，你可以在全联、家乐福、好事多买到黑豆罐头，价格也很便宜，一罐大概50到90块台币。黑豆罐头真的是长辈的救星，它可以保护心脏、稳定血糖、维持肌肉、改善肠道健康，而且又方便又便宜。如果你只能选一种罐头放在家里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黑豆罐头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把最差的5种罐头和最好的5种罐头都讲完了。让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最差的5种罐头是糖渍水果罐头、高盐汤罐头、意大利面酱罐头、午餐肉和加工肉罐头，还有辣豆酱和炖肉罐头。这些罐头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记忆力退化、关节发炎，这些都是我们不想要的结果。而最好的5种罐头是鹰嘴豆罐头、带骨鲑鱼罐头、沙丁鱼罐头、无盐番茄罐头，还有无盐黑豆罐头。这些罐头可以保护你的心脏、血管、骨骼、大脑，还能稳定血糖，维持肌肉量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只要你每天换掉一种坏的罐头，改吃一种好的罐头，你就已经在改变未来10到20年的健康状况了。你不需要买很贵的保健食品，也不需要吃一大堆药，你只需要选对食物。健康其实就是从每一天的小选择开始的。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，特别是对于已经习惯吃某些食物的长辈来说，要改变真的需要一点决心。但是我想请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你能多活10年，而且这10年是健康的、有品质的，你可以陪伴家人，享受生活，那是不是很值得？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想拜托你几件事情。第一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爸妈、爷爷奶奶，或是身边已经超过60岁的朋友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些重要的资讯。第二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住在哪里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。我会看每一则留言，也很想知道大家的想法。第三，从这个星期开始，试住换一种好的罐头，可以从最简单的黑豆罐头或番茄罐头开始，慢慢改变你的饮食习惯。记住，健康不是1天2天就能看到结果的，而是长期累积的。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永远不会太迟。谢谢你们看完这支影片，希望这些资讯能帮助到你们。我们下次再见。祝福大家健康平安。